宙的中心，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不动摇的信心，可以让我听一下吗？前奏，然后进歌。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开心在过完新年的第一个礼拜，又看到大家一起聚集在这里。我想先邀请各位弟兄姐妹们，先和旁边的人问声好，说很开心见到你们，还好你过年没有变胖。很开心见到你们，还好你过年没有变胖。如果你变胖了，在这新的一年当中。我希望大家试着去回想今年的我们，要和以往的我们到底有什么不一样？请大家开始试着默想，想着说今年我要做到什么一些目标，我要依靠着神，依靠着信心，我们勇敢的去做每一件事情，把以前平常不敢尝试的事情，我们都勇敢去做。就像今天陈牧师还有我们富强教会说的，我们要因信前行。我现在邀请大家一起来看我们上面的金句，约翰一书5章4节，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马可福音9章23节也说，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马太福音7章7节又说到：“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求，就寻见，就给你们开门。”阿们。现在我邀请大家，我们低头来祷告，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我们富强教会，为了我们富强教会所有的人，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在这新的一年当中，我们要做到什么？我们要努力的尝试些什么？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在这新的一年当中，我们要因信前行。求主能够给予我们的那不动摇的信心，坚定的信心，来面对我们生命当中、人生当中的所有挑战。我们深信着，只要依靠着你，我们凡事都有可能。主啊，我们欢迎你降临，欢迎你亲自的来触摸我们，亲自的点燃我们对圣洁的热情。主啊，我渴望看见富强教会的所有的人都可以走在你的心意、你的旨意当中。主啊，我渴望看见教会的每一个人的灵命都可以更新。我们深信主，你那幕后的荣耀都是大过于先前的。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将这一切的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邀请大家一起站起来，我们一起来唱这首《不动摇的信心》。用我们最热情的声音，还有掌声来敬拜我们的神。主赐给我不动摇的信心，海浪之中，你伸出大手拉住我，救出去我心中所有的怀疑，旷野之中紧紧跟随，与主播主。海浪之中，我并不沉落。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自由，我仍然赞美，逆波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你的信心刚强壮胆在你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就必得着。我的祷告。相信，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就必得着。海浪之中，我并不沉落；旷野之中，我并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逆波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你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浪之中，我必不沉落；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我仍然赞美，逆波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心在水面的信心，刚强。
看水面的心情，刚强壮地敢于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成长。有你，我能成就一切，能成就一切。你赐我力量，凡事都有可能。有你，瞎眼能看见。生命能改变，我凭信心而活，凡事都有可能。跳起来，我们热情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来宣告，我们活着不是凭眼见，活着不是凭眼见。跟神宣告，我们活着不是凭感觉。活着不是凭感觉，我深知主你与我同在，在你却没有难成的事。有你，我能成就一切，能成就一切，你赐我力量。凡事都有可能，有你，瞎眼能看见，生命能改变。我的心是我，凡事都有可能。是的，我们要用我们的热情，用我们的语言来宣告，主啊，我们凡事都相信，在你凡事都有可能。跟神说，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 Jesus， 我相信，我相信耶稣。大声宣告。我相信，我相信 Jesus， 我相信，我相信耶稣。再一次。我相信，我相信 Jesus， 我相信，我相信耶稣。我相信，我相信 Jesus， 我相信，我相信耶稣。有你，我能成就一切，能成就一切。你赐我力量，凡事都有可能。有你，瞎眼能看见，生命能改变。我凭信心而活，凡事都有可能。我相信，我相信 Jesus。我相信，我相信耶稣，我相信，我相信 Jesus， 我相信，我相信。我们开手将荣耀归给耶稣，哈利路亚！我相信你，耶稣。我们一起预备心来邀请我们的使君王降临在我们当中。地中心，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再一次。宇宙的中心，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
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无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大大张口，大大充满，恩膏如雨，浇灌着地，眼未看见，耳未听见，渴慕更多，看见你的容颜，大大张口，大大充满，恩膏如雨，浇灌着地，眼未看见，耳未听见，渴慕更多，看见你的容颜，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不求你来翻转，生动着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不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不求你来翻转，生动着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不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不停地叩问，不停地寻求，天上的门为我们打开，不停地祷告，不停地呼喊，呼求复兴领导这时代，我们在叩问，我们在寻求，天上的门为我们打开，我们在祷告，我们在呼喊，呼求复兴领导这时代，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像云彩围绕，充满在这地，生命如风地吹进每颗枯干的心灵，我们灵魂再次地苏醒，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祷告的声音如水不停息，父亲会转向儿女，儿女会转向
向复兴，每个时代可以敬拜你。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像云彩围绕，充满在这里。生命如风的吹进每个孤单的心灵，我们灵魂再次的苏醒。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祷告的声音如水不停息。父亲会转向儿女，儿女会转向父亲，每个时代可以敬拜你。不停地叩门，不停地寻求，天上的门为我们打开。不停地祷告，不停地呼喊，不求复兴领导这时代。我渴望看见彰显，像云彩围绕，充满在这里。生命如风的吹进每个枯干的心灵，我们灵魂再次的苏醒。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祷告的声音如水不停息。父亲会转向儿女，儿女会转向父亲，每个时代可以敬拜你。每个时代可以敬拜你。每个时代可以敬拜你。我们每个世代都是你宝贝的子民，我们要合一，我们要同心，我们要歌唱赞美，我们要祷告祈求。主啊，让我们同心在你面前，因为这样敬拜、这样赞美是合你心意的。主啊，愿今天第二堂礼拜，每一个弟兄姐妹专注、渴慕、盼望，从你的话语得着造就，得着激励，得着医治。愿今天的敬拜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要学习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文，来同心齐声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因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请坐。我们一起来恭受上帝的话。今天要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15章1至8节。约翰福音15章1至8节。我们一起来念。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
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的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以上愿神的话来激励我们。接下来我们要献诗，请喜乐小组献诗的歌曲是《因你与我同行》。献诗完，我们会请陈坤生牧师来讲到第二堂的题目是靠着神的话语祈祷，因信前行。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可在安息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以我走义路。我虽行过死荫幽谷，也不遭害，因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是
谢谢喜乐小组，请坐。我们用拍手来感谢神。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第2堂礼拜仍然邀请陈坤生牧师用神的话语来勉励我们大家哈。那今年很特别哈，元旦是主日，春节也是主日，元宵节呢也是主日，所以哈很特别给我们圆满哈。我们给隔壁请安一下说，春节圆满，在主圆满，好。元宵节圆满哈，在主里面也一起圆满哈。这是我们台湾的习俗啦哈。大家吃完汤圆哈，明天就正式过春节了。其实昨天也是立春，这是很特别的节日。有时候注意一些民俗节日，可以让我们更理解我们这个社会，还有这个我们这个农村哈的生活哈。那今天第1堂，我们陈牧师用神的话语来教导我们。他第一堂的主题是用耶稣的宝血来做祈祷。那第2堂又用神的话语来祈祷。下午呢1点半也是在这个地方他要用圣灵3个就是3位一体圣灵的启示来祷告期待我们每一位都从不同的地方得到造就有时候我们第1堂礼拜跟第2堂礼拜都是同样的课、同样的主题啦不过因为陈牧师难得来到我们当中不同的主题来造就我们如果你觉得意犹未尽想要再复习我们教会都有网络上可以再重新来学习陈牧师我们都很熟悉了我就不多介绍，让时间更多给他来造就我们。来，我们拍手来欢迎陈牧师。夏牧师、谢牧师，我们各位同工长子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跟隔壁人说，很高兴跟你一起做礼拜。这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是应着我们中保代祷团邀请，后来慈保团长跟我说，这个要小会通过。所以小会接纳，所以就在这一次来到我们的当中，来特别造就，用祷告的主题。那我们2堂的礼拜原来都是讲同一个题目。那我问慈保团长说，要讲同一个题目，还是要讲不同的题目？他说牧师你难得来，讲不同的题目。那我就想说，那既然要不同的题目，要讲什么后来我就找到了一个主题，叫做有影响力的祷告。有影响力的祷告作为这一次要来做祷告教导的主题。有影响力的祷告，换句话说，也是有果效的祷告第1堂我已经有讲了，根据这个雅各书第5章15节、16节，就是信心的祷告，又要救这个病人信心的祷告要救这个病人。信心的祷告是有影响力的祷告，也是有果效的祷告信心的祷告救这个病人这个现在一本的圣经就讲说，这个有信有信，这个台语的圣经说有信会祈祷救这个病人，有信。所以信心有信信心的根据要根据什么？我们的信心根据什么？根据你是上帝儿女的这个权柄，根据你是上帝所拣选祭司的权柄要祷告。为什么你是上帝的儿女？你是上帝所拣选的祭司，凭着这个权柄要来祷告，是从哪里给你这个权柄？就从耶稣的宝血给我们的权柄。耶稣的宝血给我们的权柄。所以希伯来书第10章19节才会说，我们因着耶稣的血坦然来到神的面前，坦然来到神的面前。台语说何大
好胆来到上帝的面前，好胆来就近伊。所以我们坦然、很大胆的来到神的面前。为什么？一方面不怕，一方面也相信神会给，因为你是神的儿女，因为你是神所差遣的祭司，所以这个有权柄的祷告就会带来有影响力、有果效的祷告。而你祷告的内容来了，就像一个人来到爸爸的面前，跟爸爸说这个说什么就是你要的东西呀。你要向神要什么有权柄来了，你是有这个资格来的，但是要什么，你抓住什么来祷告。这个是这一堂跟下午我一直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那这一堂我们从约翰福音第15章约翰福音第15章，耶稣对门徒所讲的这句话呢，我们学习第7节。15章第7节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耶稣讲这句话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要结果子因为结果子才能让神得荣耀。不仅结果子，而且要结得很多的果子当然果子会有生命的果子，可以也有传福音、领人归主、灵魂的果子一个是质，一个是量，都可以。要借着什么？借着祷告，神会帮助我们。我在台南推动祷告殿有一天参加的人就跟我们分享，一个妈妈她说，过去我都到礼拜堂去做礼拜每个礼拜也有去我有参加团契但是我的儿子呢，常常跟我说，妈妈，你去教会是天使，回到家里像魔鬼。你去教会像天使你回到家里像魔鬼他说他的儿子是医生呢，是高级的知识分子呢但是他对妈妈这样讲但是他也改不过来但是他在祷告殿一段时间以后，他说最近我儿子跟我说，妈妈，你现在在教会是天使，回到家也是天使。另外有一个姐妹，她每次怀孕的时候，她都非常的不舒服害喜这个非常痛苦，所以一想要怀孕就害怕。也是在我们祷告殿这样祷告的当中，她自己就分享见证。因为最近怀孕了以后，我就问她，那你这次怀孕跟以前怀孕有什么不一样？我说牧师很奇妙这是第3胎呢，我第1胎、第2胎都一样，都害得非常厉害，这一次我的家人都不知道我怀孕，因为都没有害喜的现象，没有那种痛苦的感觉，也没有这些反应，所以家人，特别是他这个娘家的妈妈，最怕他又怀孕，因为每次害喜都非常的痛苦。他说挺奇妙呢，真的，祷告是有果效的呢，祷告人的生命会改变，祷告连身体的状况都会改变。所以我常常跟人家分享见证说，牧师活到现在9年来动手术以后到今天当然身体的保养就是改变体质，增强体力，是借着饮食，我的饮食呢就是2个，一个是诺丽果汁，一个是牛肉精汤一个改善我的体质，一个改善我的体力，增强我的体力但是另外我认为是一般人所没有的，
就是借着祷告，神所给我的恩惠。所以不是靠我自己的保养努力而已，还有神格外的恩典，才能够今天还站在这里讲道，还没有死去哎，好，所以感谢主啊，感谢主。所以我们相信神借着祷告要把祝福给我们，啊，当你有权柄，当儿女的权柄，当祭司的权柄来祷告，那你要抓住什么？有权柄是来了而已啊，来而已哎。那你要抓住什么？你要祷告什么？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若藏在我的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耶稣讲这句话也很清楚的描述什么？我的话在你里面呢，所以你是根据我的话来祷告啊。神的话是现实的，人会讲谎话，人会欺骗，撒旦魔鬼更会，神不会。神他是信实的神，他说话就算话，而且他的话，圣经说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上帝用他的话来创造，跟他的灵来创造。那我们今天来祷告神，你说我有信心，是啊，你的信心是勇敢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你是儿女，也是祭司这样的权柄，这样很好啊。但是祷告的内容，你抓住的是什么？耶稣要我们抓住他的话，啊，你要抓住他的话，一定要先听到他的话，读到他的话，啊，有神的话在你的里面嘛。很多人读圣经，无论你一天读1章、2章、4章、5章、10章都没有关系，但是读完了以后，这个圣经能不能成为你的生命？能不能成为你的力量，在你有没有梦想？诗篇第1篇就告诉我们：昼夜思想耶和华律法的人有福了。他们要如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要结果子，是要昼夜思想，常常思想的，默想神的话。基督徒很多教会都有推动读经运动、读经祷告，非常好，因为你要先读啊，要先看啊。但是我们读看了以后，读了过去了，看了过去了，没有梦想。梦想是一种祷告，祷告不是梦想。祷告的种类很多，感谢、赞美啊，这个认罪啊，恳求、代求。宣告，默想也是祷告，默想也是祷告。默想，如果你向着神，也是默祷。那把神的话拿来默想，神的话就会到你的心里。然后你抓住这个神的话，就继续的默想，然后继续的祷告，那个祷告就变成宣告。第1堂我有讲了，宣告，你宣告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已经临到你了，那你一直想，一直想，它就在你的里面，神的话就一直有能力在你的血液里，在你的细胞的组织里，在你的骨头里，它都会产生能力，带来祝福。所以，神的话借着默想，借着宣告。不断的默想，不断的宣告，它就产生能力在我们的生命中。这本圣经旧约39本，新约27本。有人说问我牧师，那很多神学家都说，创世纪第1章到11章是神话，那是不是神的话？神话是不是神的话？没有错，按照神学家的这个研究，把创世纪第1章到11章列为这是神话故事。
我说，如果这是神话，不是神的话，那路加福音第17章，耶稣也讲这个啊，他也讲挪亚，他也提到罗德啊。那如果是神的话，耶稣才会讲啊。如果是神话，耶稣当然就不必引用啊。所以神话是神学家在讲的，对于我们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还是要把它相信那是神的话。所以创世纪第1章到11章，神学家可以讲是神话，我们还是要相信那是神的话。所以整本圣经从创世纪第1章第1节到启示录最后都是神的话。所以当我们读这些圣经，读到神的话的时候啊，你如果接着默想，神的话就会在你的里面了，耶稣所讲的话就会在你的里面。如果你没有默想，就是停留在你的思想，你曾经了解，你曾经读过，有印象啊，但是没有记在你的心里，没有刻在你的心板上，所以那个能力不会出来啊。那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你要让它出来，当然就要默想，就要宣告。神会借着这样，让他的话产生能力，就在你的生命中，包括你的身体所结的果子。第1堂我就讲了，信心的祷告，出于信心的救那个病人，就让他的病会转化，会变成好。信心的祷告会变好。神的话，你这样默想、祷告、宣告以后，也会让你的生命更好。所以我们不怕我们生病，我们也不怕我们有问题，我们怕的是我们的心中没有神的话。所以基督徒一定要读圣经啊！好，基督徒一定要读圣经。我常常在想，我当牧师，我自己生病了以后，我有很深的反省。因为我去医院那个时候，急诊室客满，都排队，走廊都是躺着病人。后来还是透过特别的关系，啊，很多人为我招总才找到了有个这个病房，啊，可以赶快入住，不然也没办法。台湾的医疗可以说非常非常的发达，也非常的高水准，但是我们的病人怎么这么多？台湾的人怎么这么会生病？而且一个人的病都好多种。我生病了后才发现，祝福人永保安康、身体健康，哦，这都讲得很顺。我后来才知道不简单，身体要健康不简单。身体这么多器官，你看，不是这里有问题就那里有问题，这个好了换那个，这个好了换那个，好，但是我们不怕，我们的生病有什么？我们怕的是我们失去了信心。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病人，要让我们更好，不仅身体更好，我们婚姻有毛病，婚姻也可以更好；我们家庭有毛病，亲子关系有毛病，亲子关系也可以更好；我们的工作有毛病，我们的事业出了问题，也可以更好；我们的服事有毛病，也都会更好。这在我信耶稣，特别被圣灵充满以后的42年，这一段时间，我体会很深。在我还没有被圣灵充满以前，我认为什么都不会更好。为什么？因为我从小在家庭里面长大，我的一个哥哥18岁就去世，
另外一个当兵22岁去世。好，一个是感情问题，一个是身体也是得了癌症，都没有好。我就深深的去体会，到底这个信仰对我们的生命有什么好处？后来我读神学院，不是因为这个信仰很好，我是因为喜欢读书去读神学院。另外一个就是好玩，因为暑假都有神学生到我们乡村的教会，去呢，很会带活动，也会打桌球。这个神学生怎么都这么厉害？我也要当神学生。所以是为着好玩，想读书去读神学院，不是因着对这个神有什么信心，这个信仰有什么好。因为我的生命体会的都没有变好，但是我42年前被圣灵充满以后，我发现这个信仰真的会让我们变好。无论是什么，你哪一方面有毛病，神都可以让你变好。神的话带着能力，祷告神迹就发生。所以我到夏利利祈祷院创办36年，我33岁去了，现在69岁。很多人看到我说：“牧师，你70岁了，不像哎。”我说：“感谢主，不像最好。”我就越来越发现，越来越体会，我牧会失败，神也会让我的服事更好；我身体不好，神也会让我更好。好，不要说以前，光这一次生病，还没有动手术以前，常常感冒，有时候就要1个礼拜，到要开刀以前是3个礼拜感冒才好，都抓不到我的问题在哪里。但是动手术以后这9年，我没有感冒过，我没有感冒过啊，到现在都还没有确诊。有美国回来的朋友说：“你们在台湾都问有没有确诊，我们在美国都问你第几次了。”有的会说：“我第3次了，我第4次了。”因为他们已经宣告这个流感化了嘛，这个没什么嘛，所以大家都来往很自然。所以遇到了你第几次了？所以我感谢神，我会体会到这个信仰是有能力的。所以我们每次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你会忍受上帝所给我们的那个祝福。所以雅各才会说，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力量的，是有果效的，是有影响力的。那神的话要成为我们祷告的依据或我们祷告的内容，你要宣告出来，它就成就。因为神的话，第一个，它是带着医治的能力。神的话带着医治的能力。诗篇107篇第20节说，他发命令医治他们。现代译本的圣经讲得更好，他以自己的话治好他们的疾病。现代译本的说，神用他自己的话来治好人的疾病。这个病，各种疾病呢，不是只有身体而已，人的毛病，神的话可以。如果我们越读圣经，那我们越生病；越读圣经，我们的问题越多。一定是出在于你没有梦想神的话，你也没有用神的话来祷告，因为神的话它本身是带着医治的能力。
他的话不仅在我们有问题的时候、疾病的时候医治，神的话也带来保护。119篇114节，你是我的保护者，我的盾牌。神的话保护你。我是研究这个先知性预言的，神的启示，很多这些属灵的长辈都说，常常是禁止的。神启示的时候，有时候叫你走，有时候叫你停，就好像红绿灯一样。你到了红绿灯，红绿灯，绿灯就走，红灯就停。我们常常道路上你会发现，你常常都碰到红灯，对不对？走一段就红灯，走一段因为要停一下，要停一下。保罗要去亚宣教，圣灵不许，耶稣的灵不许，叫他不要往那里去。后来有马其顿的呼声，才往马其顿去。所以神的话有时候会禁止，这样你不能做。在十诫里面也是一样啊，叫你要敬拜独一的真神，不能敬拜偶像，那个是禁止啊。叫你要守安息日，不能工作，那也是禁止啊，对不对？他也有禁止啊，叫你不能偷窃啊，叫你不要说谎啊，但是禁止啊。所以神的话有一些是禁止，他是会保护你，叫你不要前进。红灯是在保护你啊，你不要说怎么设这个红灯做什么，没有红灯你会撞车的嘞，对不对？所以神的话也会保护你。诗篇91篇第16节这句话，是生命的赢家约尔奥斯汀他的妈妈得到癌症，医生宣布第3期。妈妈听到医生对她的诊断宣布以后，有一天她祷告读圣经的时候，这一句话临到她，让她很深的感动。这就是神要给我的话，因为我要使他只想长寿，我要使他只想长寿，不要永寿等会寿。就后来约尔奥斯汀他自己做见证，说妈妈就是抓住这一句神的话，神说要我只想长寿，他的救恩要在我的身上显明，所以我就常常宣告，神要我只想长寿，他的拯救要在我身上显明。圣经在讲拯救，常常包含2个层面的，一个是灵魂，一个是身体的。因为拯救希腊文跟医治的希腊文的字根 sozo 是一样的，所以他说妈妈因着这样，他都活了20年，是老年去世，不是因病去世。我在9年前的2014年4月15号下午4点要动手术，我躺在床上，接到从纽西兰我的同学李兆威牧师打电话给我，他说早上我在灵修为你祷告，神给我这句话，这句话是要给你的，就是诗篇23篇第4节，你虽然行过属阴的幽谷，也不致遭害，因为我与你同在。他亲自在电话中一直念给我听，其实这个圣经我们不知道多熟，对不对？但是这句话不是给别人的，是神今天要给我的，借着我的好朋友为我祷告的时候给我的话语。所以如果我们把神的话给别人，你会让他因着你领受的神的话来
得着医治，得着能力了。先知性的预言，就是把神的话传给人，传神的话。所以弟兄姐妹，当我2014下午4点要送到手术房，因为我一生都没有动过什么手术啊，也不知道躺在手术台上是什么经验。后来才知道，哇，躺下去就是冰冰的这样而已。护士就说：“陈先生，打个针。”其实我也不知道打个针是打什么。听这一句话就睡着了，才知道，后来才知道那一句话是在说要打麻醉针。你看，对这方面我多么没有经验，什么都不懂。但是我曾经跟你们分享过，动手术完身上7个引流管，竟然我的主治医师交代护理师说，把陈牧师送回病房。原来告诉我的师母说要去加护病房3天，至少要3天，要保护我，不要让我感染了。结果隔天来巡访的时候，就跟我说：“牧师，我怎么叫护理师把你送回病房？因为我在整个手术的过程里面，发现你的身体的体质状况非常好，出血不超过500cc， 所以你买的血袋1袋都没有用。虽然身上有7个引流管，我还是判断你可以回到一般病房。哦，是医生的判断，我是相信他的判断，但是我很惊慌，师母也很惊慌，这样没问题吗？到今天就知道什么都没问题，医生的判断是正确的，因为他是专业。我从这里要讲什么？到今天还活着，就是虽然经过了死荫的幽谷，也不知遭害。从早上8点听到这一句话，我就一直想这一句话，也一直宣告这一句话，直到进入手术房。回来以后也是一样，常常就思想：神啊，你跟我说，虽然我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知遭害，因为你一直与我同在。所以我动手术完了以后回来，我就一段时间，因为医师一直建议我要退休，因为压力太大，才会得这种病，内外压力，还有就是太辛苦了。我就辞职，申请退休，没有想到，现在又代理总院长，现在又当宣教神学研究院的院长，又要重新回来，让整个加利利祷告山宣教中心的事工，我都没有想到，而且我们的事工的推展，比以前更大，领受的祝福也比以前更多，这也是我没有想到的。好，感谢主，神实在是恩待我们。我自己不认为我有这个能力可以做，但是神不断帮助我们。我当神学院的院长，我说我怎么有这个能力？虽然有一个博士的学位，但是要做这个不简单。今年神就特别感动黄伯宏教授，他说我来当你的顾问，所以他叫院长顾问。他甘心了，自愿当义工来帮助我。我就感觉现在院长好像他在做，很用心呢。
什么都为我着想，想到什么就赶快告诉我要怎么做，想到这个要怎么做，要聘教授怎么做，各方面，神的感动人为我们奉献。过去我们经营神学院是没钱的，我们都没有想到怎么会有这些奉献款，我们都不认识的人。神很奇妙，超过我所想的。就是神不仅医治我的身体，也医治我的服事。刚才我不是讲了吗？就会变好嘛。神的工作就是变好，所以我们要相信神的话。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虽然经过了这个低谷，神可以让我们重新爬上来。所以第二个，神的话就会让我们苏醒。苏醒就是重新得力啊，重新得力。神的话会让我们重新得力。诗篇119篇，那不是第5节，是25节。25节，现代译本的圣经说：“我虽然被击倒在尘土上，但是他照着你的应许，把我救活，就从尘土上把我拉上来。你被打倒了，你倒下去了，你软弱了，你没有能力了，你昏迷不醒了，是神借着他的话把你拉上来，拉起来，让你苏醒过来。神的话本身有这个能力，因为神的话是带着创造的能力。耶稣才说，约翰6章63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是灵，是生命。”所以我们神的话，你就有生命。你不要怕，我活不了，你怎么活不了？神的话就是你的生命，你有神的话，你就活得了，怎么会活不了？你就可以撑下去，因为神的话让你苏醒，会让你重新得力。内在医治的大师用山德福他说：“上帝借着他的话施行创造。如果我们用了神的话来祈祷，就有创造性的能力。创造性的能力就是从无变有，创造性的能力就是从小变大，创造性的能力就是从少变多，创造性的能力就是从弱变强。弟兄姐妹，创造性的能力是从神的话而来的，所以你一定要读神的话，圣经神的话，而且要默想。默想，如果这句话是神给你了，你认为这个话很好，那你不仅默想，就一直宣告，常常从嘴巴说出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在敌人的面前，他会为我摆设宴席。摆设宴席就庆功宴嘛，你怎么怕敌人？你怎么怕仇敌？你怎么怕有人跟你作对？你是神的儿女耶，你怕什么？你怕世上的人吗？不用怕，最后得胜都是你啊！我服侍神，特别是圣灵充满以后42年的时间，面对了太多的攻击耶、诽谤哎，什么都有哎，但是最后我发现，神都得胜了，神没有失败。人会失败，神没有失败。所以我们相信创造性的能力，神会在我们的生命中彰显。那这个能力从哪里来？从你抓住神的话，用神的话来祷告。所以耶稣才会说啊，你们要在我的里面，我也在你的里面。我的话在你们的里面，凡你们所祈求的，都要给你们成就。所以我们用神的话来祷告，你不要怕你现在小，你不要怕你现在少，你不要怕你现在无，你不要怕你现在弱，没有人能够抵挡你，因为神的话带着能力，它不断在你的生命中
带着创造性的能力，您的肉会越来越强。看您在哪方面弱，你祷告向神求，抓住看看，在读经的时候，神给你哪一句话？用神的话不断的祷告，不断的宣告。你不要怕你现在小，地位很低，不会，神一定有一天会抬举你，会提拔你，从底下把你拉上来。神是拉拔我们的神。基督徒应该是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的。不要怕，在公司里面你现在没有什么身份，没有什么地位，在整个一个组织里面你没有什么，神一定会抬举你，他会把你拉上来，让你越来越有能力，让你越来越蒙福。因为蒙福有能力才有影响力啊！你没有蒙福，没有能力，你怎么有影响力？对不对？这是一定的嘛。所以神一定要把创造的能力赐给你。所以你不要怕，不要怕你现在没有，不要怕你现在少，不要怕你现在弱，更不要怕自己生病。神什么都能做，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不是对某些人讲而已，是对每一个信的人讲。每一个信的人，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只要你抓住神的话来祷告，用儿女祭司的权柄来祷告，神就要成就。不然耶稣为什么要这样说？凡你们愿意的，祈求就要给你们成就。愿意的不是你想要的吗？但是你想要经过祷告。神在他的时间到，就是你需要的时候，神要你为他做见证的时候，神要彰显他的能力，为他做见证的时候，神就会工作。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不要怕无、弱、少、小，不要怕这个，神会给你。我这几天才跟我们同工分享，我36年前创办加利利祈祷院。首先人家都叫我陈干事，后来叫我陈主任，后来叫我陈院长，后来叫我总院长。我说我是从干事开始做起的，干事做完了做主任，主任做完了做院长。很奇妙，那些对我个性来讲，我都不在外在什么东西，但是神都会自己供应给你，你不要，神要给你，这是很奇妙的。我没有为我自己图谋什么，但是神恩待我，无限的恩典。所以神有创造能力，你不要怕。不要怕，失去的神会给你，倒下来的神会给你拉上来的。第三个，神会让你成圣，神的话会让你成圣。刚才读的圣经第3节说：“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现代译本的圣经说：“我对你们所讲的信息已经使你们洁净了。”神的话亲自会洁净我们，所以我们越有神的话在我们的心里读以后默想，不断的常常宣告，它自然就会炼净你的生命。刚才我不是讲了吗？孩子说：“妈妈，你去教会是天使，回家是魔鬼。”他是每个礼拜都很勤快去做礼拜的人，为什么孩子会这样讲？但是后来为什么会改变？过去都有去教会做礼拜啊，这边听，这边就溜掉了，在这边听牧师讲到，回家就忘记了，因为
下个礼拜再来问他。上个礼拜牧师讲到的题目叫什么？不知道，连题目都不知道了。圣经节讲什么？不知道，对不对？因为我们回家以后没有再默想神的话。刚才夏牧师跟我们讲的非常好，说我们还有回家可以复习的，你要温习。每个礼拜牧师在这里讲的道，信息都非常好，所以你回家以后要温习。我们很多的时间在看政论节目，我以前很有兴趣，但是我圣灵充满以后，我说学习骂人啊，看那些节目完以后学习骂人，学习认断别人的错误，不会想要支持别人、欣赏别人、肯定别人、赞赏别人，不会。政论节目越看心里越乱。但是那是以前认为这是兴趣，没有想到那是污染。基督徒应该要从神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你的看法会跟别人不一样，你的眼光会跟别人不一样，你的讲法会跟别人不一样，你的生命的体验也会跟别人不一样，这是不容易的。神的话使我们慢慢的离开那些不对的、污秽的，因为他的话要炼净我们。约翰福音第17章17节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如果我们常常有神的话在我们的生命中，你就会慢慢成圣。成圣不是完全，成圣是犯罪越来越少，犯罪的频率降低了，次数减少啊，这个叫成圣啊。成圣不是完全啊，完全是到见主面那一天你才会完全。这个路程都是成圣的过程。那你怎么让你的生命越来越像神，越来越有属的生命？只有神的话。李拉瑞这个美国德州磐石教会的主任牧师，他在《倾听的耳》这本书说，只要专心在神的话语上，就能调整你属灵的听力。下午我要讲圣灵的启示与引导对我们祈祷多么重要。所以当我们有神的话，常常读圣经，每天都读圣经，还有抓住1、2节、1、2句来默想，慢慢你会对准神的频率，你就越来越明白神的心意。你是走神的路，不是走人的路；你是做神的工，不是做人的工。神就会越来越祝福你手上的工作，祝福你的生命，祝福你的婚姻、你的家庭、你的事业，因为他要借着你多结果子来荣耀他。耶稣跟门徒这样讲：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得荣耀。我们没有结果子，神怎么会得荣耀？一定要多结果子嘛。我们必须要好好的、认真的在神的面前，不仅读神的话、研究神的话，一定要梦想神的话，常常宣告神的话，你生命自然就会改变了。改变，你的问题也会解决，会减少。减少。第4个，神的话会印证圣灵的带领。圣经里面的话，圣经里面的话会印证神对你生命的带领。因为诗篇119篇105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照引我们，带领我们走人生的路。有人说，人生的路不仅是苦海，而且是黑暗，所以到处都需要光。神的话就是光，照在路上，我们就能够看到正路在哪里，是你愿意不愿意走而已啊。
但是神的话本身就是路上的光，脚前的灯。李拉瑞的牧师，他读神学院的时候，他自己就有一个想法，说我不要结婚，我决定要跟保罗一样，专心服侍神。我要一生独身、守身，好好的服侍神。但是有一天，当他在读圣经的时候，读到箴言第5章第18节，箴言5章18节啊，说要使你的泉源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起的妻。你要喜悦你幼年所起的妻。他说这句话引导他离开了那的想法，让他不再说我要单身服侍神，神要我娶一个牧师娘来服侍神。所以我们自己想什么，神会用他的话来引导你，也会用他的话来指指你。我个人常常跟人家分享，我要办加利利祷告山的时候，1块钱也没有，1坪土地也没有。我的爸爸一直叫我不要做，说你在和顺教会现在100人聚会，每个月的薪水都有，也有牧师馆新的可以住，你为什么要去做什么都没有的？他问我说你要去住哪里？我们的长老也问我你要去找哪？我说我不知道去住哪里，因为没房子可以住啊，没地方，山在哪里也不知道。但是神用3个启示跟我说，一个用异象，一个用天使的声音，最后用圣经的话，我就向小慧辞职，说1、2、3都已经启示了，我不能不做，我是愿意继续留在和顺牧会。长老一直恳求我要留下来，我最后把启示告诉小会员，没有一个敢留我。后来师母祷告，神启示他说，神说要给我们60坪的牧师馆，不用怕。后来真的60坪的牧师馆，住在哪里？住在黄仁成医师的安平的别墅，1楼30坪，2楼是60坪。有人告诉他，陈牧师要去开办加利利祈祷院，没有地方住。黄医师非常好，我跟他不熟，我根本不认识他。他说请陈牧师师母全家去住我安平的房子，给他们住，就刚好60坪。1坪也没有少。30几年前住那个别墅，我是认为是全台湾最好的牧师馆。没地方住的是住了全台湾最好的牧师馆嘛。所以烦恼什么？挂虑什么？神说我们预备的是最好最美的，我们都不知道的。神用什么话启示我？哥林多后书8章第10节到11节，保罗对哥林多的教会对他们说：“你起此心意已经1年了，起此心意已经1年了，所以就要办成这事。”现代译本的圣经讲得更好，那么就要坚持下去，完成这件工作啊！就要坚持下去，完成这件工作。因为我们开始在预备，在祷告，寻求要不要做祷告山。到那个时候要决定的时候，就1年了。神很清楚借这个圣经的话引导我说，没有错，我启示你2个超自然的启示，
用天使的声音跟异象跟我启示，我还没有辞职，直到这个圣经的话给我，我就向小会辞职。没有一个长老敢留我，最后每一个长老都为加利利奉献，支持我的事工，神的工作。所以神的话他会引导你祷告，神带领，让你能够知道这是神的路，你要去走，那神就负责。所以我祷告36年来，不是没有困难，困难太多。每次遇到困难，我就有一个祷告：神啊，这不是我要来做的，是你叫我做的。如果你不帮助我，我怎么做？弟兄姐妹，你的人生就是这样。当你把你的人生交给神，然后求问神，下午我会讲什么？求问神，求问神，神给你指引他的路，要你走。你说神啊，这先生是你跟我说好哎，这个太太是你跟我说好哎，好，我要做这个工作是你跟我说好哎，我要投资这个事业是你跟我说好哎，我很清楚你的启示。现在遇到的问题，我就依靠你，祈求你帮助我。神一定会为你开路，神会启示你，因为那是他叫你做的。神一定会负责到底，提供给你适当的能力、财力跟物力。我们要的就是3个能力嘛，人力、财力、物力。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怕，你的人生怎么样，都会有缺乏的时候，都会有软弱的时候，都会有少的时候、小的时候。不要怕，因为神是创造的神，他的话语要医治，他的话语要苏醒，他的话语要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好，他的话语要带领我们印证这条路是神对你的指引。如果我们抓住神的话，就是抓住了神的应许。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章20节说，神的应许在基督里都是是的 ，S， 每一个都是 S。所以你有神的话，你的人生就是 S， 是是的人生，不是火的人生，是正面的人生，不是负面的人生。你会看到你的人生真的充满着神迹奇事，因为你是活在神的话语里的人。那为什么你能活在神的话语？因为你有读神的话语，因为你有默想神的话语，因为你有宣告神的话语。神迹奇事就在你的身边发生，因为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你愿意用神的话语，常常读神的话语，用神的话语来默想，用神的话语来宣告。这是祷告的2个方式。在神的话语临到你的时候，如果他是提醒你或纠正你，你说神啊，怜悯我，这是我软弱的时候所做的，赦免我，这样就好了。神的话也会光照你，因为让你成圣。那你不要说神提醒你，你就认为说啊，我这个人太差了，太坏了，太不好了，不必这样。神都是怜悯我们的神，耶稣的宝血跟神的话语结合在一起，你的能力就无比的强大。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神，你是伟大奇妙神，你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彰显你的奇妙的作为。但是我们信靠你的人，好多时候我们没有结好的果子，结更多的果子来荣耀你。神啊，怜悯我们，在往后的日子里加添给我们信心，让我们也更谨慎的、更愿意的来勤读神你的话语，来默想你的话语，常常来宣告你的话语。主，求你帮助引导我们走在你
喜悦的路上。我们的一生当将充满了神迹奇事。主，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感谢主，陈牧师用神的话语教导我们怎么样沉浸在他的话语当中，让我们得医治、得苏醒，也成圣，也印证圣灵的带领。我们要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在投影片有我们的15页的第2堂回应诗是193首。那这首诗歌呢，会唱圣诗的人很熟那我们就看这个歌词，因为这跟上帝的话语是同样的一个领受。我们一边唱一边看这些话语怎么样启示我们。我们坐着唱193首。上帝赐下生命话语，圣经清楚记载，叫人回罪认识真理，恩典显明主爱，叫人明主心意，真诚服侍关怀，上帝话语，生命话语，丰盛奇妙话语，上帝话语，生命话语，引入永生话语。第2节，救主基督真理话语，奇妙之爱无尽，传遍天下，叫人回顾，成为天国之民。愿众罪人全归，得主恩惠怜悯，上帝话语，生命话语，丰盛奇妙话语，上帝话语，生命话语，引入永生话语。第3节，道路真理生命延续，万民欣然祈福，阅读圣经听完真道，深信上帝救赎，赦罪平安恩典，永生救主耶稣，上帝话语，生命话语，丰盛奇妙话语，上帝话语，生命话语，引入永生话语。感谢主，这时候要邀请弟兄姐妹，借着刚刚陈牧师给我们的勉励，我们来做一个回应的祷告。我建议我们可以翻开周报14页就是我们今天的大纲。你跟神说就按照这个本论里面4个主题，求神的话语来医治我，求神的话语使我苏醒，求神的话语使我成圣，求神的话语让我印证圣灵的带领。用这样的祷告，经历上帝的话语奇妙的大能。然后牧师来接续带领我们一起为教会弟兄姐妹还有教会事工来祷告。
这时候我们个人安静在主面前，用这些大纲来成为你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领受了这个奇妙的话语神的教导。主啊，让我们谦卑顺服，每一天在神的话语当中灵修默想。主，我们确信你的话语是真实的，所以靠着神的话语，我们必得着医治，我们必得苏醒。我们要得着神的话，让我们能够成圣，成为一个成圣的走上成圣的道路。主，让我们时时在人生的经历当中，因为有主的话语，就看见圣灵奇妙的带领，是超越所求所想。神啊，感谢你，神的话是永远活着，永远充满力量，让我们珍惜它，每一天跟神的话语同行。主，我们为教会弟兄姐妹有病痛、有软弱、心灵遇到困难，或是人生遇到挫折、工作、职场、健康遇到困难的，神啊，都求你借着神你的话语来帮助他们，使他们重新站立，使他们得着医治。特别是教会当中有癌症、癌细胞的，在接受治疗的弟兄姐妹，主啊，求你权柄亲自来遮盖，亲自透过医生的医疗、医药，让他们得着健康。我们也为教会推动的门徒学校第1级、第2级，我们的查经班，以及各样的无论是理财有道，我们的使徒行传的所有的研习，还有我们的哀伤陪伴、离婚关怀这些事工，愿神使用，让每一个弟兄姐妹，包括在线上的弟兄姐妹，都得着造就，得着成长。感谢赞美你，感谢你透过你敬重的仆人，我们的陈牧师来跟我们分享。我们下午还有一堂造就课，主啊，让我们有足够的精神跟体力，一起来领受，让今天元宵节我们得着丰丰盛盛属灵的粮食。感谢赞美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邀请我们的执事来收奉献，也把时间来交给我们的诗会，执事可以先来收奉献，谢谢。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奉献的诗歌《一生爱你》。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
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请坐。接下来我们来念本月金句背诵，我们一起来念。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历代志上29章14节，我们再一次。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历代志上29章14节。接下来我来报告，我们翻开第2页，下礼拜服事同工，我们主理请郑瑞平牧师，司理是李荣泰执事。第3页，本周各的聚会牧区小组出席聚会的讯息，我们自己来阅读。我们翻开第4页，肢体交通本会消息。第1点，今天举行祷告培灵会，邀请陈坤生牧师主领3场的聚会。我们下午在1点半到4点还有另一个代祷者的训练我们欢迎会友来一起来留下来参加。第2点，本会定于下主日，就是2月12日，举行新春的圣礼典，有2堂要守圣餐，我们邀请兄姐预备心，来踊跃出席，得着圣灵的祝福跟能力。小会员也于下主日上午8点半在2楼会议室集合，参与备餐。第3点，小会公告，本会定于2月19日召开定期会员合会。我们在周报上有名单我们请兄姐来过目，来一起来校对，有出入的请向干事来更正。第4点，代祷团的消息，欢迎报名2月27到4月7号耶稣受难前的40天连锁禁食祷告。我们在公布栏有可以登记，我们请兄姐来选择一个时段来做禁食的服事。我们也在等一下12点，也在教育中心1楼有代祷的服事。第5点，本学期奖学金的申请从今天开始到3月5号截止，有符合资格的青年可以向我们的教育组谢承佑长老来索取表格。第6点，今日等一下会举行2月份的庆生。第7点，喜讯消息，本会青年谢以信弟兄跟庄宇贤姐妹在定于2月25星期六下午2点在本会举行婚礼。我们恭喜，我们也请兄姐到时候踊跃来参加观礼，并给这一对新人做祝福。第8点，凤山西门教会建堂毛豆义卖，我们等一下牧师会补充。第9点，其他消息报告，爱心午餐也恢复京剧的背诵跟老姜的义卖。门徒训培育事工跟研习会消息。第1点，富强门徒学校开课，有富强门徒学校第1跟第2，我们下面有时间跟日期，我们请兄姐自己阅读。
第6页有第2点有周间查经班的消息，跟孙宝林牧师冠冕真理理财课程招生，爱山陪伴事工的消息，主日查经事工有华语跟英文查经班有详细的记载，我们请兄姐自行看。牧区团契的消息有松联团契、主日学、提摩太牧区，我们请兄姐自行看。关怀代祷事项，我们请兄姐为我们有4项的代祷的事项，来在每日的灵修做代祷。总中会消息我们自己看，我们请牧师来做补充报告。弟兄姐妹，我们时间稍微有一点不足，但是我们等一下欢迎大家留下来吃午餐然后呢，下午1点半再回到这边来听我们陈牧师他的第3堂的一个勉励欢迎大家踊跃留下来好，那我们先介绍新朋友在我们当中，我们要先介绍曾明哲弟兄还有黄淑珍姐妹2位来到我们当中做礼拜，欢迎你们。好，请坐我们的曾弟兄其实要叫他们就是牧师公也有介绍说，我们现在在高雄竹门教会的曾安瑞牧师的父母今天来到台南来，欢迎你们来参加聚会他们是属于凤屏教会往屏东的那个省道上感谢主，欢迎他们来。那其实刚刚讲到这一个凤屏教会，就是以前我们那个林志远牧师在那边牧会了最近他来到这个凤山西门教会，帮助他们教会要建堂刚刚讲的那个毛豆的义卖，就是林志远牧师他们教会。等一下我再给他们介绍，给大家介绍。第2位我们要介绍王淑珍姐妹在我们当中，欢迎你来前面欢迎你来参加聚会年轻的朋友，欢迎你，上帝祝福你第3位是叶嘉玲姐妹在哪边？欢迎你来，叶嘉玲姐妹，欢迎你感谢主今天来的都是年轻的新朋友来一个小礼物送给你，感谢主。好，刚刚我说一个简单的补充了因为时间不够，主要的重点就是有关我们的那个和会如果弟兄姐妹你那一天能够到记得能够9点我们就有一堂19号如果真的不行，有时间不允许外出了，你记得跟我们的干事打个招呼，请假，这样我们才能够统计名单这一点请大家来帮忙。那我们等一下结束的时候，还有在这个教育中心那边代祷室那边有一个，我们特别陈牧师有带2位同工一起来一位是叶彦成牧师，一个是张佩金传道，他们做服事，他们是个别的服事，所以很仔细，可能时间稍微会有一点拖延，不过欢迎大家去排队看看那等一下吃完午餐呢，我们就回到我们的3楼，再做第3堂的造就好其他的消息就请大家自己看。我要请大家看的就是这个投影片这个叫毛豆的一个义卖这个毛豆是它这个照片是一箱那里面有8包是大像这样子8包就是牧师手上拿这个这个毛豆呢是特别为他们西门教会要建堂，应该是在大寮那边有台湾非常高品质的毛豆，这些毛豆都是有产销履历的，是做好就外销到日本高级餐厅的在使用。我想你去吃日式料理都会有一盘小小的毛豆当然我们也不一定常常吃啦，因为这个就是日本人比较喜欢。不过你如果觉得要赞助，而且可以这个很营养健康的你可以登记，因为这个是冷冻的嘛，你不能马上拿嘛所以要登记比如说我是建议这样，因为一箱刚刚那个一箱是要
8包了哈，啊，可能你一个人吃不了那么多，可以跟朋友一起购买哈，啊，到楼下登记啊，在适当的时间，比如说礼拜天快到了，请他们礼拜6配送过来，你就可以直接在礼拜天拿回去。不然的话，如果你订一整箱的话，是冷冻的，所以要宅配到你家，才有办法马上回去冰冻，对不对哈？啊，这个当然是一个鼓励的性质，大家如果有意愿可以参与哈，啊，同工大家一起来配合。那刚刚另外有报告说老姜义卖哈，第一堂礼拜就被买光了，没办法，所以这个老姜只是大家赞助一下，是建山教会哈给我们一起分享的啦哈。好，那其他资料都很详细，放在周报里面，就牧师就不耽误时间了啊。记得我们等一下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庆生会啊，就再来完成。好，谢谢。我们一起起立来唱最后的诗歌，我的神，我的王。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遵从你的命，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天天称颂你。我们请陈牧师来为我们祝祷。天父，我们站在你的面前，再次接受你的差遣，进入禾场，进入职场，进入社区，进入这个世界，为主你做光做盐。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求你使用我们，使用我们每一位属于你的儿女们。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请坐，我们默祷闭会。感谢主，我们在结束前，我们要为2月份的寿星来做庆生哈。我们要请2月份在场的站起来可以吗？站起来，在线上的也可以举起手哈。好，我们来为这些寿星来祝福。楼上有啊哈，楼下也有。唱一次华语，一次英文的，来。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愿主祝福给你，愿你生日。英文的，嗨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